全场屏东的朋友，尖叫声再来给我一些！带来这一首歌呢，是我今年拿到金曲奖作品里头的一首《火刷奖》。如果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后面朋友你们好。是落雨暝，夜线陪你行，想拢是行斗阵，两人相偎，情海是都变卦，目屎像雨声，流恋敢有卡纸？梦嘛准线，手机的手电筒我们打开好不好？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，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莫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，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无散。谢谢屏东朋友，你们自己回头看一下有多漂亮，可不可以再多一点？对，手机的手电筒我们再多一点，谢谢你们。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哦，谢谢。有缘是落雨夜线陪你行，想拢是行斗阵，两人相偎，情海是都变卦。目屎像雨声，流浪敢有卡纸，梦嘛准线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，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。你若无心莫牵拖，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，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无散。让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不好？一起唱，来啊！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这阵雨水是注定，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莫牵拖。大声一点！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拿，我头是阮的孤单，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无散。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无散。谢谢。非常开心回到了屏东跟大家见面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许富凯。哇，非常热情，太棒了！后面的那位阿嬷要跟我挥手，是阿嬷吗？还是阿伯？啊，对不起，还是大哥啊，反正啊，谢谢你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来唱第二首歌。这一首歌呢，有一个动作，我希望全场的朋友跟我一起做好不好？这个画面看起来会很好看。跟我一起比一个爱心，对，爱心来，全场的朋友一起，后面朋友也一起哦。好，那嘴巴有2个字也跟着我一起念，
宝贝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听一下，1、2、3，宝贝，非常好，带来这一首《米酒会》送给你们，记得哦。耶！跟我们的摄影机挥挥手一下，会拍得到你们，嘿。风吹呀吹来人无伴，不知遥远的伊敢会下山。今夜的天星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无的寻者，又若是三更半暝的暗暝。人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过牛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双手再接我，偌多你小小的温暖的暝酒杯，为你伴做冬天的彼个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暝酒杯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来哦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刚刚好像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呢，可以再一次吗？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，还有2次机会哦，麻烦你们了，谢谢。对着我们的镜头也比一个爱心，也会拍到。若是三更半暝的暗暝。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过牛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我们的朋友一起，嘿！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暝酒杯，为你伴做冬天的彼个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暝酒杯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全唱一起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暝酒杯，为你伴做冬天的彼个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暝酒杯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最后一次哦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给自己一个尖叫声加掌声。太棒了，这是我有史以来看过最多爱心跟宝贝的。可以再一次吗？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我在疫情那3个月所自己的创作、自己写的歌。那这一首歌呢，我希望大家等一下听到的时候，把你心目中、心里面想念的人，把它想出来。今天呢，就借由这一首歌然后用音乐传递给他，带来这一首自己写的歌《无声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欢迎我们的 Ella 小姐移到了现场。
遐，同款擦着彼阵无声的牵挂，这几年开的花，拢是思念的形影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遮，定定在笑脸，离乡的囡仔，望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亏欠，藏伫心肝，你是毋是？伫故乡等待我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思念无声，我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牵着我，豆豆行。希望大家呢，不管你是在外面工作的朋友，还是跟家人一起住的，记得多一点时间给自己的家人，多陪伴他们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遮，定定在笑脸，离乡的囡仔，望伊的身影。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亏欠，藏伫心肝，你是毋是？伫故乡等待我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牵着我，豆豆行。你是毋是会伫故乡等待我？我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思念的声，唱出了牵挂。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。一直将我惜命命，人生有你，我是幸福的囡仔。日头若落山，就会想起你画着我的名。我想送给大家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疯狂掌声鼓励一下，许富凯！哇，他的歌声有种魔力，好温暖哦，有点疗愈的感觉，真的抚慰人心。对，而且他听说又有好消息了，是要3度公弹，对不对？3度，他前2次都没有攻成功啊，12月4号要再攻一次，对不对？很多朋友都说，许富凯，你今年唱了3次小巨蛋吗？对，我说没有啦，12月4号，这个是确定我要继续唱。真的喜欢的赶快把握这个机会，如果这次再没攻成功，呸！
他也打算放弃。一定会成功。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祝贺他可以公蛋成功。感谢。而且今天机会难得，你看这么多人，我觉得我们来自拍一张哦跟所有的这个好朋友，我有带手机来，好来，那我邀请后面朋友们，来，我们把手举起来好不好？还是你可以把你的闪光灯也可以打开来哦，让我们看见美丽的灯海。耶！哇！来点尖叫声吧，徐富凯！哇！今天真的太壮观了，大家太热情了，真的有融合的感觉。对，真的，好，那接下来时间交给你。这个也是一种融合。对接下来这一首歌，有，对，我想要带来一首合唱。你要找我吗？可以哦。没有，先不要，对，不是啊，不是吗？我们还是最后来，明珠我？们最后再来。最后再来。最后是今天呢比较特别，我很少跟这一位女士，哎呦这一位姐姐同台。女神，女神，女神，你那个我有杀气，有杀气。她还瞪我了。这位姐姐，对，我就是Ella 小姐，掌声鼓励一下 Ella。这首《古井呀咪咪》会唱，欢迎一起唱。屏东的朋友，女士啊，你这位小弟，会唱的朋友一起唱。哎，等一下副歌啊，有那个一起唱好不好？好，好热情啊！就是麦克风嘟给他们了。今天就当做一个很大的包厢唱 KTV。对，哇，好多人哦，好感动哦。好感动，真的。来哦，男生跟着我一起唱哦。好，男生请开唱。有听别人伫咧讲起，你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。虽然咱已经来分开，对你还是会来关心。挑剔男女，多情的玫瑰，为何受命运来创治？希望你通来失去，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出戏。世间无永远的富贵，也无永远人的花蕊。青春少年时，亲像人情义，只有在梦中在相见。你们唱。爱想要安慰着你，不知你去倒位，今夜又是落着小雨的暗暝，想苦情了绵绵。哎，现场大概有1万人呢，1万人的尖叫声长什么样子啊？爽！来哟，继续哦。今天 Ella 漂不漂亮？啊我嘞，帅不帅？我这小声有点失落。不要紧，等一下一起帮忙大声唱啊！有听别人伫咧讲起，你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。虽然咱已经来分开，对你还是会来关心。挑剔男女，多情的玫瑰，为何受命运来创治？希望你通来失去，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出戏。世间无永远的富贵，也无永远人的花蕊。青春少年时，亲像人情义，只有在梦中在相见。爱想要安慰着你。一起唱，大声！不知你去倒位，一起唱哦！哎，今夜又是落着小雨的暗暝，想苦情了
是努力守护的红梅，守护这条命。谢谢，掌声给我们的金曲歌王许富凯。谢谢。也希望你今年12月4号小巨蛋演唱会成功。谢谢。要不要去？感谢 OK， 好，那去之前先去赶高铁，拜拜。谢谢哦。今天呢，我跟你讲，各位台下放心，